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江蟬啊。咁喺網上面咧就有人問我，喂，點樣組隊會勁啲啊？另外亦都有人問，究竟咩叫輪迴盾啊、超閃隊啊等等嘅。咁我今次咧就介紹下俾大家睇嘅。咁首先睇下咩叫超閃隊先啦。咁亦都有人叫超機隊，亦都有人叫做迴避隊。咁我哋睇下佢哋究竟係點樣組成先啦。咁其實呢一隊咧，主要作用咧就係將用 S 技同埋 P 技咧，就將前面譬如2Z高達啦，就升到去過千嘅機動力嘅，咁將敵人嘅所有攻擊咧全部迴避，咁從而可以做到無傷而且可以傷到敵人嘅效果。咁後面嗰部機咧就唔一定要 NT1 嘅，咁總之咧就佢要裝機動強化周圍咧，咁令到前面嗰部機咧就不停咁增加機動力，咁大大提升嗰個迴避能力嘅。咁對策方法咧就有幾個嘅，咁當然最直接啦就減佢機動能力啦，咁有好多 S 技或者 A 技可以減佢機動能力嘅。咁另外仲可以用貫通攻擊啦，因為頭嗰部機同埋尾嗰部機咧，通常好多時候咧都係黐埋一齊嘅。咁如果一貫通嘅話咧，咁後邊嗰部就會，咁後面部機一爆咗咧，咁前面就加唔到機動力啦。咁遲早佢都會唔夠機動力而被打中嘅。之後啦，咁當然亦都有啲機師啊同埋support card 咧係可以增加個命中率嘅，但係呢啲都係屬於高檔次嘅產物啦，咁所以咧就唔太建議大家去使用嘅。咁到輪迴盾啦，咁由於我冇呢一種嘅隊伍咧，咁我就只不過求其砌一砌咁樣示範下啦。咁最主要咧就後面有個希古，通常都用 SR 希古嘅。咁前面就有啲3 cost 嘅司機啦。咁另外咧仲有一個攻擊手嘅。咁用法咧就係個希古咧就會不停咁出罩啦，同埋出盾啦，咁從而咧令到對手咧就攻擊唔到我哋嘅。咁咧就攻擊手咧就主要負責攻擊對方嘅是但一部機啦，通常咧都係用 random 攻擊，即係用強攻機啊之類嘅。咁至於點解叫輪迴盾隊咧？因為前面嘅司機嗰啲咧，全部都會一血咁樣出現嘅。即使你打爆咗佢前面嗰啲隊嘅咧，咁如果佢再打一場嘅話咧，佢就會補翻晒所有機一血，只不過用4秒嘅啫，咁就可以全部重新再出過噶啦。咁啲一血機咧，下下都擋你一下攻擊咧，其實呢一隊咧都幾討厭下嘅。咁至於對策方法啦，就當然係用破盾同埋破罩嘅技啦。咁另外亦都可以有用方法咧，就攻擊佢後面譬如希古出盾嘅，咁就攻擊希古啦。咁從而佢令到呢個策略係消除嘅。咁除咗頭先嗰兩類之外咧，咁最近亦都興以下呢一隊叫資工隊嘅。咁資工隊咧就其實都係得後面一隻嘅啫，後面一隻有支援攻擊。咁就加埋嗰個破盾咁樣用嘅，通常都係前面嗰3隻咧，只不過係擋炮同埋出攻擊嘅啫。咁其實支援攻擊咧就係前面出普通攻擊一下咧，咁後面亦都會作出同樣嘅攻擊嘅。咁資工隊最強之處咧就係佢個發動率啦，有成55% 嘅。咁另外咧，佢每發動一次咧，亦都會前面加前面嗰3部機亦都會加裝甲嘅，咁另外佢自己咧都會再加攻擊力，所以其實係一個幾屈機嘅一個伎倆嚟嘅。咁前面嗰3部機咧，當然其實2部都得嘅，咁最好咧就揀啲裝甲比較厚嘅機。至於對策方法啦，就梗係頭先嗰隊閃隊啦，即係迴避隊。咁另外啦，如果你有方法可以打到後面嗰隻出資工嗰部機嘅話咧，其實都 OK 嘅。咁今次就講住咁多先啦。咁我將來都會介紹其他都叫強嘅隊伍嘅。咁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